再来看最近国际的情势正紧张，嘛影响到经济。今仔早起，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就要求各部会就爱来协助产业来应应汇率的变化。今仔早起，代表汇率嘛因为以色列甲伊朗停火，更有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讲7月可能会降利息哦。所以新代表换美金的汇率早起又搁起破29块4，嘛起到3档来的新高。国际局势是大变化，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停火，美国四大指数伫收盘时是全面起，带动台股25早盘继续开悬，盘中是冲破200点，上悬是捌来到22,417点。另外，新台币换美金开盘6分钟就升破29.4块，无到1点钟又搁大升1.56仙，到29.38块，又搁创3年新高。我们预期下半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是0.78左右。是，那所以是0.78，因为它包括了我们预期我们的出口会减缓，因为出口已经提前出货。但是还是有负面冲击，产业国际竞争力会下降，所以我们才要做因应嘛。我想因为那个汇率对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冲击。关税冲击继续，再加上台币汇率抢悬，对产业的出口是真不利。各界也预估讲，下半年会走向放慢。预估立法院经委会也讨论各部会安怎协助产业。更较关键的，佫有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尼最近表示，若准整体通货膨胀维持稳定，联准会政策可能会转向放量，有可能伫7月时降利息。外界也关注讲，中央银行敢袂对咧行。本行将持续关注国际政经情势对国际油价与国内物价的影响，采取妥适的货币政策，以达成维持物价稳定的法定职责。我们接下来2个月的天然气的发电量然后怎么样去稳定这样子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进口？对这个中长期的契约供应商，我们有跟他在联络那希望他能够提前来交货。另外，国际油钱因为战争变动真大，各界烦恼航资海峡若是互封锁影响真大。各界呼吁政府更较清楚规划。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经济部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强调目前的情势是朝向乐观的方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